工作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後，咁遇到咗一啲瓶頸啦，咁唔知道如何去突破啦，或者點樣去揾翻自己嘅一個價值啦，喺個職業生涯多啲時間，咁佢呢個付出咗之後咧係有收穫嘅，因為佢係一日進步1%咧，咁佢100日咧就已經進步100%，咁所以佢。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係一句耳熟能詳嘅警語啊！所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應該就係指咧而家所面臨嘅問題，係因為以前冇深思熟慮嘅作為吧。喺職場上面啦，以前就成日聽到人講啦中年危機，咁近年呢就有青年危機啦。面對青年危機咧，我哋應該點樣去應對呢？不如一齊聽下今集職場先知請嚟嘅嘉賓分享下嘅意見呢。以往成日聽到人講中年危機，但近年青年危機都不容忽視。好多邁向30歲嘅年輕人都對自己嘅生活感到迷茫同焦慮，包括經濟狀況、工作同感情等。咁呢啲問題又可以點應對呢？今日我哋邀請咗2位特別嘉賓，投資及企業顧問公司主席黃德來先生同特殊教育研究學院蕭雅文小姐，同大家探討青年危機點應對呢個話題，一齊睇下。咁我認為咧，青年危機咧就係好多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咁呢個就係面對緊一個揾工揾唔到工嘅危機咯。咁我覺得添 Sir 講嘅係一個面向啦，咁仲有一個面向嘅呢一個青年危機咧，咁其實就係講緊，譬如我哋啱啱出嚟工作啦，咁所遇到嘅一啲唔適應啦，或者係迷惘啦、彷徨啦，或者係面對住一啲壓力，唔識得點樣去處理，或者係點樣去釋放，咁又或者咧係工作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之後，咁遇到咗一啲瓶頸啦，咁唔知道如何去突破啦，或者點樣去揾翻自己嘅一個價值啦，喺個職業生涯入邊。我自己會分享就第一啦，個心態啦要轉變啦，咁唔好太過係要求高啊，去揀咗一啲係譬如係普通嘅工作啊，做咗先啊，攞咗個經驗啊，之後再去選擇一啲嘅要求高嘅工作咧，我覺得先係踏入咗個社會先，呢個第一步啦。咁第二步咧就係要虛心學習，即係喺工作嘅過程中要多啲去請教俾一啲嘅前輩啦，同埋一啲嘅唔好怕蝕底。係學多啲嘢，等自己嘅人生經驗同埋工作經驗咧提高咗咧之後咧，你增強你個競爭力咧，你之後咧就有好多機會嘅，因為機會總係留俾有準備嘅人。咁第三種咧就係要勤力，勤力咧就係彌補咧一啲嘅缺陷啦，譬如係佢學嘢慢啲啦，同埋佢口齒伶俐冇咁流暢啦，同埋咧佢要俾人哋咧係付出多啲時間，咁佢呢個付出咗之後咧係有收穫嘅，因為佢係一日進步1%咧，咁佢100日咧就已經進步100%，咁所以佢經歷過呢個過程之後咧，可能係佢開頭係難啲嘅，咁經歷咗1年2年之後咧，佢個能力自身嘅能力提高咗之後，經驗又豐富咗，咁我係老闆，我都會第一時間係請佢，就呢個又係一個優勢嚟嘅。第一樣嘢就係去睇到自己閃閃發光嘅點喺邊度，認清楚自己係中意做啲乜嘢，揾到嗰一樣自己最中意嘅嘢，跟住去做啦，去平衡翻。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去訂立一啲目標，嗰個目標可以係一啲短期嘅目標啦、中期嘅目標同埋長期嘅目標。有咗目標之後咧，就係行動力啦，就係我哋點樣去朝住嗰一個目標啦去向前行。咁第三樣咧就係咧，我哋點樣去學多啲嘢，去實現一個我哋自我增值。因為我哋喺不停去學習嘅過程中，亦都係一個自我增值啦、自我成長嘅一個過程同埋面向嚟嘅。
咁我喺呢度咧就鼓勵澳門嘅年青人喺面對一啲揾唔到工暫時啫揾唔到工，或者係面對一啲嘅挫折，或者係面對一啲嘅小失敗咧，係要係自我去激勵，同埋咧唔好睇到成敗咧咁短，應該咧係要係向前行，失敗那成功之母，去勉勵自己，去自強不息機會係留俾有準備嘅你嘅。咁我覺得係危又係機啦。咁其實每一次嘅危入邊係蘊含住好多嘅機會嘅，所以我哋點樣喺嗰個危入邊去睇到呢一份機會，跟住去把握住呢個機會，跟住繼續更好咁樣向前邁進，或者係我哋行嘅過程中，我哋可以停下落嚟，去學多啲嘢，去掌握更多嘅技能，令到我哋更好咁樣去向前邁進，去成為更好嘅自己。雖然大家可能對自己嘅前路感到迷茫，但唔代表你哋行緊一條錯嘅路，可能只係欠缺一個機會。希望今日兩位嘉賓嘅分享可以啟發到大家去突破自己嘅難關，加油！我哋下期職場先知節目再見啦，拜拜。